创世纪第1章，上帝的创造。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混沌，也未成形，深渊的顶面黑黑暗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。上帝讲：着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甲暗分开。上帝叫光做日时，叫暗做暝时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：这的水的中间着有穹苍，将水顶下隔开。上帝就做穹苍，将穹苍下面的水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穹苍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上帝讲：天下面遮的水着集中伫一所在，互大地出现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集中的水做海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地着有食物，为结子的菜荽，甲为结果子内面有籽的树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地就照种类生出食物，就是为结子的菜荽，甲有种子的果子树。上帝看这做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3日。上帝讲：天顶的穹苍着有光体，来分别日甲暝，嘛做季节、日、年的记号，搁伫穹苍发光照地面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做2个大的光体，大的管日时，小的管暝时，嘛做星辰。上帝将因下伫天顶的穹苍，互因照地面，嘛管日甲暝，分别光甲暗。上帝看这做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4日。上帝讲：水内着生产真侪生物，地的顶面，天年的穹苍着有鸟仔得飞。上帝就创造海年的大鱼，甲水内生产真侪的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搁创造逐款白鸟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赐予因讲：着生炭，着加天，互海面充满生物，互地上的鸟仔生炭真侪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5日。上帝讲：地着生出生物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有精生、特别的动物、走兽，各照因的种类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就照因的种类做地上的走兽、精生，甲一切特别的动物。上帝看这做好。上帝讲：咱着照咱的形象，照咱的款式做人，互因管理海年的鱼、天年的鸟、地上的精生甲野兽，以及伫地上特别的动物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上帝赐予因，对因讲：着生炭，加天真侪，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，嘛着管理海年的鱼、天年的鸟，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。上帝阁讲：我将全地所有会结子的菜荽，
甲一切有种子的果子树，拢互恁做食物。地上逐种的走兽，空中一切的鸟仔，甲伫地上所有特别的活物，我将青色的菜蔬互因做食物。代志就安尼完成。上帝看伊所做的一切真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